你比上次在教室里时的能力有很大幅度提高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口中最不值得称道的，努力。你干嘛？教我编程。啊？教我编程。你说让我教你编程？是。我不想要在 ACP 比赛上拖后腿。那你怎么不找蒋正涵教你啊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反正，你不是一直想证明你比我厉害吗？我都过来找你了，你还不赶快拿你的智商碾压我？哎，我说你是真的夏灵溪吗？你不会是别人假扮的吧？陈以川，你再啰嗦，我就打爆你所有史努比的狗头！真是你啊！不过你为什么让我教你编程啊？还求我啊？临时抱佛脚？你不会是觉得我当不了你老师，你故意羞辱我吧你？这大概是你人生中唯一一次当我老师的机会了。一句话，当不当？当。这个是最小表示法。这道题讲的是DP动态法则，基础算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初中就刷完了301本习题，高中做完了市面上所有能找到的参考书，所以我才是江明市的高考第一。天赋可以让一个人闪闪发光，但努力也能。我承认，你很优秀。我不需要你，或者是任何人的承认。我只是想向自己证明，我是否足够优秀，优秀到能够心安理得地站在这个台上。林夕，哦，刚沈文月是不是又找你说什么了？我看到他来找你说话了。他向我下挑战书，说绝对不会放弃你的。真的假的？他……好啦，我开玩笑的。蒋队长，这么多天没找你，没生我气吧？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啊？你没生我的气吧？你为什么去找你弟弟学编程，都不来找我呢？如果我说你在，我怕自己会分心。这个理由可以让你息怒吗？算了，反正你肯定有自己的原因吧。这2天辛苦了。还好了，就是几天没睡觉了。下一次，你一定要……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你高中的第1名。好，江明学神，最努力的第1名。我们快回去吧，应该快宣布结果了。走吧。来。